拉玛奇努，拉玛奇努，真见则为，拉玛奇努。那个刚才法王讲到这个朗伊寺的历史的时候，提到了一位大师叫尼玛曾。那么据我的了解的话，尼玛曾大师翻译成中文叫盯太阳的活佛。对那所以想请那个法王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仁波切的故事。对嘛。那么这个尼玛曾呢，确实是这个意思。尼玛是太阳的意思，曾是就是抓住的意思，啊。那么尼玛曾呢，这个活佛呢，朗伊寺的第一代活佛的，就是第一个儿子，也是三兄弟当中的老大，那么这个三兄弟呢，本身是他们是，分开，修建了3个寺院。那么第一就是老大的，也就是说第一个孩子呢，就是尼曼曾呢，就修建这个寺院朗伊寺。那么这个当时修建的时候呢，所谓的他的名字呢，他这并不是他的法名，那么他个名字呢，后来把它取上去的，后来去了之后呢，就大家都就是之后就只用这个法的这个名字了。那么这个名字来自于什么呢？当时修建这个朗伊寺的寺院，这个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，当时修建那个大金堂，当时修建这个大金堂的时候呢，呃，我们修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当开始呢修建是可能是大的那些是修建是晚了的，但是后来呢，它这个院子呢重新修了，当时重新修的时候呢。就我们这边藏区呢，它是属于是泥巴把它堆起来，就把它打出来，这样把它弄出来的墙。当时弄这个就是外墙的时候呢，就因为早上可能有点下雨了，下雨了之后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没办法打墙，等了一会儿，然后才打墙，出太阳了之后开始打墙了。开始打墙了之后呢，就太阳都快就是落山了，太阳快要落山了。那落山的话，今天就没有办法完工。第二天是正好是寺院要开法会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他就没事，第二天没办法接着干活儿，那必须要今天做完。那做完的时候，那活佛就，当时是怎么把太阳就是不让走了呢？当时是因为这个以前的这个房子的话，就往那个方向有一个小屋子，那个呢屋子的名字叫尼玛拉昂，尼玛就是太阳的意思，拉昂就是神殿的意思，太阳神殿。那个太阳神殿呢，它就是上面呢有一个洞，这个洞呢，就相当于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光线是通过那个洞来就下来的。那么当时就是因为就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这个光线呢就就是从这个那个洞里面把它搭上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光线只搭在这个墙上。当时这个尼曼曾呢，这位活佛呢，他用一把刀子就插在这个光线搭在那个墙上那个地方，把它就是搭上去了之后呢，他就是把这个太阳就不落山了。一直都不落山。然后这样了之后呢，把所有都完工了之后，那么完工了之后，他们就最后就是这些这个就是居士们打墙的那些人走了，走了之后呢，活佛一拿出来刀子，一下子就天黑了，所以因此，所以这个尼玛曾抓太阳的这个名称呢，是就因为这样而成的。所以后来的这些活佛和后来的群众们，给他叫作为就是抓太阳的活佛。